歡迎嚟到冥想時刻。今日我哋會做一個放低手機，奪回專注嘅冥想練習。呢一刻嘅你可能已經碌咗手機5分鐘、20分鐘，甚至1個鐘。無論碌咗幾多個鐘頭都好，呢1分鐘嘅你已經踏出咗最重要嘅一步。選擇用冥想將自己由充斥住無盡資訊嘅網絡世界帶返嚟現實，讓自己停落嚟，將意識由屏幕帶返去呼吸，搵返我哋嘅專注力。邀請你搵一個舒服嘅坐姿，慢慢合埋雙眼。我哋用3個深呼吸，回到此時此刻。呼氣時，想象自己將由手機接收到嘅資訊排出體外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呢一刻，你唔再需要被外在嘅資訊干擾，你只係需要放鬆。讓自己返嚟當下，可能你對不停碌手機嘅自己感到失望，邀請你放低腦海入邊嘅任何批判。呢一刻，你已經選擇咗放低手機，將注意力放返去自己身上。你嘅大腦呢一刻係咪充斥住好多嘅聲音呢？無論係乜嘢思緒都好，我哋唔去批判佢哋，只係讓佢哋慢慢流過，覺察。喺網絡上面見到其他人嘅生活時，我哋不自覺會有一啲嘅比較心態，覺得自己嘅生活不如人，有好多嘅缺乏。喺呢一度，你唔需要將自己嘅生活同網絡世界入面嘅人比較。此時此刻嘅你，擁有最緊要嘅當下，讓我哋去感受一下，唔需要接收任何嘢，單純咁存在嘅感覺。而家將注意力帶到去雙手，啱啱呢隻手拎住咗部手機，可能滑動過屏幕，
感受呢一刻，佢好安穩咁樣放喺大腿上面，唔需要再去捉住任何嘅資訊。感受你嘅手部完全放鬆。呢一刻，呢隻手有乜嘢嘅感覺呢？會唔會覺得有啲疲累、酸軟？呢一刻，佢已經完全靜止，好安穩咁樣放喺大腿上面。而家將注意力放到去你嘅雙眼，啱啱呢一對眼睛睇過好多嘅圖像同文字，你而家嘅雙眼有乜嘢嘅感覺呢？可能屏幕嘅光令到眼球覺得好乾、好疲累，隔住眼皮，感受一下眼球周圍嘅肌肉係乜嘢嘅狀態。呢一刻完全放鬆雙眼，佢已經唔需要睇任何嘢，讓雙眼好好休息。你嘅手機唔再需要你嘅專注，保持住自然嘅呼吸，讓自己再放鬆一啲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感謝自己願意停落嚟，將注意力帶到去自己身上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慢慢張開雙眼，覺察你周圍嘅空間同環境，保持住呢一份嘅覺知，開展你餘下嘅一日。祝你有美好嘅一日。Namaste。